三国演义。顺名制作演报。哈，汉朝确实是多事之秋。自刘邦死了后，李修掌权了后，乱了一群。佮后来换王莽因阿哥掌权，又佮乱了一群。佮王莽篡汉，又佮乱了一群。那么佮再来老受复国，好不容易恢复汉室的山河，但是呢，后来每一代这个皇帝拢乱弱的无能呢，导致到了这个汉江变成个多事之秋。也即马汉朝尾呢，又佮再受了这个党斗，伊就这个篡入，变成这个废帝。这款代志是文武百官大家敢怒而不敢言啦。这天下间的百姓大家听到，个个在就来埋怨了这个党斗。即马党斗立了到这个陈留王顶殿，君臣雕bài祭碑。即马一切毋是陈留王咧做主呢，因为陈留王现年才9岁呢，才9岁。呀，伊党斗呢，家己下旨，明了到这个何太后，甲了到这个黄龙王，黄龙王就是即马避讳这个小弟啊，甲了到这个小弟，伊就这个王妃董氏，全驻点在永安中的所在做营人。君臣一切拢袂用进入了到这个永安宫。那么这个小弟是为4月登基的，也到甲伊避讳的时阵9月，前后拄啊4月5个月时间，5个月才100外天呢。所以这就是小弟做100外天的这个皇帝呢，随时叫党斗来甲废掉。即马党斗立了到这陈留王，陈留王名叫做协，表字辟和，也就是灵帝的第2囝。伊即马呢？继位了后，叫做献帝，叫做献帝。哦，献帝就是伫遮来。这听众朋友，咱所知影，这个献帝会叫什么人欺负上忝？会欺负了就这个做错欺负了就这上忝。所以你故事继续听，你就更加了解吼。那么献帝起码是9岁，改元初平，当得为相国。哦，当到一群仔囝咧跳10外眼，小小一个西凉的刺史，即马跳起来去做相国。所以听众朋友伫遮，你已经会当去了解到讲，为何当到要废了个小弟入陈留王，原因就是伫遮。所以起码这就是伊政治手腕，已经身为了就是一个汉朝的相国，日朝不败，会当带剑带家私上殿，比万岁也搁较威风的就对。当时李儒苦劝了就党斗，爱买受一寡这名流人士，以受了就这个人心，所以才请了就这个蔡邕。咱所知影蔡邕是一个文学人才，党斗全咧随时下诏叫蔡邕来，但是蔡邕唔来，党斗全甲下张诏讲你若唔来，全家灭族。蔡邕惊一个骹手啊，微微抓，这就安尼赶紧应命而告。党斗看到蔡邕真欢喜。也就安尼，连续在1个月当中，甲升300官，拜了就蔡邕为侍中，也对了就是蔡邕非常的好哩。即马这蔡邕专门伫咧写了就这个书记，当着想讲若对伊较好哩，会甲写一个较好名声，这个日后，互了就这个后代人呢，对了就这当着会较好印象。这就是伊这个当着的这个想法。也即马。咱讲小弟甲了就何太后，被人禁在了伫这个永安宫的所在，衫裤食渐渐来减少。小弟是一个脆弱的囡仔，逐工就目屎伫咧水面。有一天，看了就一队的就这个婴仔，休点在了伫这个永安宫的宫前，
互伊灵机一动，就呢吟出了一首诗：幼草绿于烟，悄悄相飞燕。落水一条青，绿上人情深。远望碧君亲，是我负江边。何人重重嫌我心中怨？五字也就绝诗，描写出了刘七里啊小弟伊的无奈。伊如同参像一支的幼草，被人的欺负共款。目睭看去面前的富强殿呢，拢总是我过去伫咧住。但是，即摆已经落在他人的手中。朝中什么人会当中了到一个义气，摄我心中之愤。幼时小弟，伊就竟然有一款的想法。那照伊做诗甲看起来，伊虽然是一个真自足的人，但是呢，伊就是一个文学的天才。难免啊，在宫中自细汉就受了这个文学的教训，所以讲人讲太师太师，意思就讲请了这个大神，自细汉就来一个教了就这个太子殿下。所以讲太子殿下因的学问呢是爱超人一等。因成长在了这个帝王家，本身一切了就这个会当接受的教育，就一般的拢比别人更较早。所以呢，一个老师教一个学生，难免伊将所有知识就当输灌伫了就这个学生的身上。所以这小弟年纪轻轻，可是呢，伊会当见物思情，随时吟出了就这个五言绝句的就这个诗出来，确实是无简单。但是人讲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即马小弟这首诗，互了对这个类似探听到，随时禀报当道知影。小伟，吟诗一个怨叹我，哼哼，我要抬你无名，也起码名正言顺。你咯，兄呀！你带什么的武术？斩草之棍，名对。李如即马随时选择3名有名的武术，个人带了就这个家师，浩浩通通，全来为永安宫你来了。甲何太就请人点在永安宫的阁楼之上，忽然间宫女伫咧报随李如到位，小弟心肝头切一，李如来是要创啥呢？李卿，有啥物代志事？陛下，相国。特别送了就寿手，孝敬了就陛下，加太后，加王妃哥。哦，寿手，真好。李如为神之人，君要啉酒啉药，神拢爱承认。一旦这个酒是了就相爷所说，那安尼。你承认过？我承认，是安怎我就爱承认啊？恁敬酒要啉无？哼！我甲你讲，这款的酒啉落去会无命，什么人肯啉呢？敬酒不啉，那安输恁这2项的物件，好。这个时阵的李如将地刀甲白莲座安尼摆放在了就太后的面前。怎样？请用啊？这个时阵的唐妃看到这个现象，哦，李如，你唔能别，贴身代替小弟啉酒，愿你存了对母家的死啊！要死我！小弟无奈，
拄参就一支的幼草，除了就这个当道也来骹那个切，一支幼草难免的脆凉凉。在逼迫之时，小弟叫做太后，虽然唔肯来接受，也唔过可恶的理由，命人硬硬惯，也就安尼伫遮，别杀了就小弟叫做何太后了。当道自从呢，明杀了就这个小弟甲何太后了后，即马更加搁较欢行直当，每暗怎入来这个宫中伫咧住，小小一个相国竟然来住宫中，也安尼困良床。有当时啊，真兴去叫了就这陈留王去困别位啊，爱家己去困良床就对，袂属于那皇帝咧。内中的宫女，伊爱倒一个，就安尼赶紧呢，哼，夜夜春宵，当做有兴趣无？毋是安尼。这个时阵2月，除了就这个中安城传民社赛，这个传民社赛意思就是讲，因每一年呢，到这个春节，拢举行了就一种迎神赛会。比如讲，参像5月节，伫咧白龙村共款的意思，虽然毋是白龙村，但是呢，就是讲哦，这个查甫查某大家集合，我来踮在灯头上呢，咁啊迎神赛会，庆祝丰收的这个意思伫咧，叫做社赛。当道知影讲，迄个时阵有真侪水查某囡仔，随时明兵师团咧将勇就这个所有人甲围起来，规砖头落去打劫，也安尼灭，就这个查甫就抬着，就查某囡仔拢全部甲送入宫里去。这是真苦真残忍的代志，这款代志当得做的呢？刷入去就安尼将千外粒的就这个人头，甲点在了伫这个连锦。听众朋友，你有可能未了解讲这连锦是什么意思？这连锦就是讲伊用一台一台车吼，拢甲伊安尼甲照亮的，安尼做连锦吼。当时，伊就安尼放风声出去，讲伊杀了黄金贼，大胜利会。伊爱人头为前讲，这都是拢黄金贼。说了就这个城内城外的百姓，大家听到当道现甲家牙出去，大家想到当道，拢恨袂讲食伊肉吸骨，会勒人尽量甲你验到，即个口上伊对一切无法度通来迷死着一个当道，无法度迷死着一个当道。真苦！这个时阵，咱讲师徒王允看见了，就当到欢行直当，目中无人，袂随伫咧做皇帝共款。想讲，假使伊若是无为汉室无出着一个计策者，有可能汉室的江山会落在当道的手头。所以一天，人等着所谓雕神，大家踮在雕房内面的时阵，王允才对众人提水，讲今仔日也就是伊的前寿啊，就是讲伊做生日的日子。因暗希望大家来到在了就这个府内所在啉一个寿酒，无法贴就对了。这文武百官讲，当然应该咯，师徒做生日一定要来祝寿，所以大家呢就安尼准备迎暗。要来王允会到这个厝内面，通我来啉寿酒了。这一暗头啊，呢，这文武百官，大家身穿着这个便服，也呢衣冠礼礼。带了大小的礼物来到在王允师徒因这个府中，要来啉这个寿酒，要甲拜师。也毋过当咱踏入了到这个府中了后，一个看也无收长啊。王允穿插也是甲平常时共款，并无打扮做受请的模样，也起码大家莫名其妙，一个一个来到地礼物全拢甲放光，结果迄礼物堆积如山，到甲文武半官大小官员拢来到齐足啦。王允话声将门关起来，王府所
所有的大小门窗、大小门户拢全部关甲密。现在文武百官大家未了解，王阮是要创什么呢？今仔日是祝寿，哪会来伫咧关了大小门户？到底原因何在呢？王允当着文武百官面前，全放声大哭。师徒，今仔日就是你的贵诞，祝寿之日，为何伫咧悲伤痛哭呢？诸位，今仔日毋是我王允的生日，哦，只是因为我有代志要甲咱诸位参详，但是我惊了拄这个单道怀疑，才假意甲咱大家讲我生日。诸位，你有看好？当道这个老贼，欺君弄权，汉室的江山，旦夕不保。恁想看觅？早当时汉高祖先皇，手举三笑剑，在望阳山斩下起义开始，留了多少英雄义士的先贤，牺牲多少先人的性命，立下汗马的功劳，建立了大汉的基业。可是到今仔日，已经要落在当道的手头啊！但是汉神，难道咱食君之路？咱真正会当闭点点，看会当道这个龙权，只要来看会当道做第二个王莽吗？啊，诸位，咱袂叫我缀点点落去啦。是咯，咱袂用个点点，不过咱无来头，咱手无别个啦。那要安怎？王允哭，大小官员对哭，大家心酸，哭。哭，真好，紧哭。但是我甲恁讲，恁都哭到天光，恁的目屎嘛因未死一个当道。众人听见这个话声甲笑声，抬头起来一个看，正都是骁骑校尉左错。王允想讲，大家在哭，敢若你左错咧笑。左错，难道你的左错敢无食了着汉朝的红肉？你今仔日汉朝毁在旦夕，你无想要输国报恩，反倒当来一个乞巧，你是咧笑什么？我做错毋是咧笑啥，我咧笑讲恁大家无一个计策，通啊抬当道啊，甲咱哭，要死偌伊哦，要死偌伊，恁都无伤条性命。做错，也若无你有口好的计策，我做错虽然不大呀，但是我甲你讲，我做错，愿意赶当道的头壳，吊点在城门口，以谢天下。好，明定。你有什么计策呢？做错出去惊人。在场毋若是王莽惊奇着，两眼看台，所有文武百官在目睭点大蕊。这个过去都点点啊，今仔日讲出这款的话，哦，真正一语惊人。大家拢我来征求做错的意思，看有什么款的计策。最近我做错，虽然屈身在了当道的身躯边，做了就一个枵奇校尉，但是我这是要借机会，有机会。
挖进当到伊身躯边，呀！就安尼将伊当到即个狗头甲剁起来。但是，可惜我无一支较好的，就即个大刀，无问题。那刀我有，我王稳有一口七星宝刀，我借伊。你若入了到即个丞相府，就咧找机会将当刀甲做掉。好，师徒，你若肯宝刀借我来入相府刺杀当刀。假使若讲为着杀死当刀，我心中勇谈好血，我左手虽死不分。好，明白。你有这份心，汉室的天下就拢结在你一人之身。你会知影，今仔日在场文武百官所谓性命，也拢派伫你左垂肩胛头。你知影吼？你若以事无成，你白沙头，阮是割沙尾，死无足惜。但是，安尼规个汉室是全部放弃哦。师徒，你将我做错看作什么啦？我甲你讲，代志未成功，我做错一口家庭是我家己一个人，绝对甲人无牵碍。恁放心。所以恁安心啊食，安心啊困，我做错未拖恁累恁，安恁知影吼？真好好，来，我王稳这杯酒，敬大汉的英勇，哈哈，我啉啊，唔是我重还，是因为我应该啉，这杯酒啉落，庆祝刺杀当道成功，哈哈哈哈哈哈！即马汉宫内面的文武百官，王稳以下这所有大小的官员，大家拢将了对这个做错当作是一派明灯。即马大家是在黑暗当中，拢是咧期待这派明灯会当大放光明。做错不可一世咯，即马是要少年。哦，真正讲，伊若是做错会当呢得了到这个当道，会到这个首级哦，这震动天下啊！大家将伊当作是一个不可一世的英雄啊！当道也是毋是遐尼简单，就落伫做错的手？嘿，但是做错起码呢，接了到这个王稳所赐予伊的重任，拿了这口的七星宝刀，这是代价。就安尼对了到这个丞相府里来，我请问你，丞相有伫咧无？有啊，伫小阁内面啊。丞相，因迄个囝有伫咧无？有啊，拢伫小阁啊。哦，这个时阵的做错，就安尼行对了到这个内中的小阁里来。这个当道伊家己伫咧住这个小阁吼。拢特别落去装潢的就对。虽然迄个时阵的装潢是无即摆遐尼啊，就即个高明，但是呢，若像伊当道安尼装潢，真正是确实是属于一流的就对啊。哈，伊即个面层特别设计，因为当道的人大箍要坐袂牢，不管是拢爱体力。我著甲你讲，伊身悬7尺，也即个腰胯6尺，为台中朋友讲碰风啊，分开开。你着用迄个尺来甲量，就真正量的6尺哩，圆身的6尺就对啦，毋是讲即个坦荡6尺，圆身的6尺，就种朋友，所以我较大颗一个就有安尼啊。所以讲呢，伊这当道呢，迄个腰真宽，啊要徛袂久，所以伊拢爱半提刀啊。啊，这半提刀，你知影大颗人若体力啊，就困去啊。所以体力就困去啊。啊，伊要翻身哦，真歹翻身。所以当道伊就即个三面啊，面层的三面啊，拢甲安排即个东镜，即个古早也无讲即摆即个明镜是，拢安排咧东镜。即个东镜会当照三面，所有一切人除了伊房间出入，伊敢若目睭看迄三面的东镜，就拢知影状况啊。哦，都袂输参像即摆宾馆共款，宾馆这内面啊，有了对迄个暗镜啦，什水钱镜，我吊到满世界，入去到地呢，我互你搭煞。当道迄个时阵就是安排甲安尼。但是伊毋是为着好看哦，伊是为着呢
伊家己因为歹代志做济啊，所以爱预防啊。啊，伊家己烦心要创啥拢袂方便，所以这件是伊参为性命紧共款。甲伊即马顾这三面，还佫一面要送甲顾呢，还佫一面就是礼部。这礼部哪伊顾门狗？即马当到毋着这三面件，伊家己看会着。啊，若是讲即个头前面这面是有礼部拢徛伫遐，不管当到在困、在食、在创啥，礼部拢徛在迄门头的啊，淡仔伫甲顾掉咧，都袂输参像伊即只饲的龙犬共款。这个礼部徛伫家呢，威武十足。此时做错，打来到在了即个门骹口，看礼部做错就绿色三分。公主老早，好，礼部根本目睭都无咧看伊做错就对了，做错头壳淡淡怎啊打入来？拜见相爷，用对啊！你早起来遐换来啊？我边个相爷？都我徛迄只马吼，无草长啦，马散，所以哦，得行真慢个。哦，是马散，红仙啦，啊对啊，红仙啦，咱咧西凉哦，有进贡一寡马啊，呀，红仙啦，你选一只较好的哦，好明德啊，通啊好徛。是，即马礼部怎啊领命要去选马？做错想讲，嘿，啊，这都天赐的好机会啊，老差啦！啊，你明明是，好，这个时候，伊这个当道呐，甲伊做错面对面做错，想讲这道呐，你举起来甲散落，毋过当道大哥是大哥，气得真饱。那硬拼命甲伊拼，做错未必能赢的。所以做错呢，虽然即摆无看见到礼部伫遮，医院毋敢轻举妄动，因为伊即刀准胜不准败，落去一声就要好势啊，绝对无反抗的机会，安尼才会当过手。所以做错，即摆全点在当道的即个民生间遮行过来行过去，一当道大好人，伊就袂堪只安尼吼，摕一时啊，摕咧到地。相相，相爷，我当得看龙龟啊！伊安尼大，这不倒碰一个来一个，碰一个来的。哦，为了困的安尼，这个阿妈棍底，所以讲即马呢，这小可去拄着呢，我像叫我要开要抓你啊咧！做错连叫三四声。当度拢无反应，好，干差啦！这阎王注定你三更死，绝无留你过五更。做错错一支七彩宝刀打开对当道，这创啥的？这个时阵，当道已经发觉到了对这个做错都压起来啊！因为伫当镜内面有看一支金丝是伫咧，做错想讲到这无袂袂用食啊，也毋过听见，是啦，吕布脚无声起来啊，做错做安尼双脚磕跪落。明对啊，是安怎啊？相爷，我做错，厝内面有一口祖传的宝刀。七星宝刀，专工呢，举来要奉送互丞相你个。哦，举来我看卖咧。哦，七宝河光闪闪，哎呀，这支宝刀确实是宝刀啊！红仙啊，阿爹。你要选好来了未？已经选好啊。好，来咧，你这马去试看卖啊，看好骑歹骑，若歹再搁换一匹啊，谢丞相，谢丞相。
做错规身过冷汗，走哪飞咧啊？抓赶紧拼对了，就先上为外面出去。记者，没红线了，咁啊奇怪哦，做错哪会安尼？相向讲讲，伊要徛要，免我嘛要走出去。记者，这个都是拄只明着，拿来要送我的。记者，我感觉唔是哦，你做错嘢，这个刀唔是要送你的哦。是都对啊，那是我咧叫迷去，看伊东行咧金色石目睭过金。伊倒徛伫头壳对顶，毋过红线啦，伊怎啊跪落了？记者，伊并不是看到你醒起来跪落去，是因为我爬起来，伊听到脚步声才怎啊跪落去的。那你是要来行刺记者你，毋是要来送你的哦。小妹，要来刺杀我？伊讲两太不敢。拜见相爷。李如啊，你来真拄哦。我甲洪先都咧研究袂出来。这件代志你看卖咧，哈？这个时阵的东道才将做厝所发生这一幕对了，对这个李如讲：相爷，做厝伊是无某仔囝伫这个京城，伊某囝拢住伫故乡，只是伊家己一个人呢，踮在了这个京城。即马真简单嘛，咱就派人去甲调。假使伊若是有来者，就表示讲伊是存心要来献刀的；伊若是讲即马伊毋敢来者，就是伊做贼心虚，咱就会当甲掠起来呀。有理，有理啊！洪先啊，你甲调回来。是。李如啊，我给你办的代志办了啥法？相爷，无问题啊。20名的美女，我已经甲选来啊。我叫你做这个美屋，我这别庄开始动工未？相爷，已经伫咧动工啊！内中的设备，相爷，你家己再一个过目一个句，有对无拄好，需要搁再改进的，我再叫人搁落去改进讲。那你李如做的，我就会放心。咱两个格调差不多，你好。那这个美屋啊，做我的别庄，拿来无国事的时阵，我就来享受一下。记者，洪先啊，拜你行路莫占遐大声是安怎？记者，做错无倒转去。有去调房无？一个甲问起来，听讲已经变为东门城出去过。相爷，你唔好生气，无但你敢会生气，莫怪我气，我对伊重用，伊反倒当来要加害我当督，我哪会生气？相爷，这照我理路伫咧看，做错是受人利用。这后壁绝对有人伫咧甲伊唆使。即摆赶紧将做错掠倒来，甲检出对伊的口径，看到底唆使伊的人是虾米人，将这件人赶咧甲伊一网打尽，这才是最需要。好，李如，来甲我画行图，报告天下，掠着做错者，千红胜，万虎雄。无论安怎，伊就会插翅飞天，嘛就甲我张一领的天网甲我拍起来。伊若是要甲我撞落地食，我来安排一个地牢甲我掠起来。是。做错参像惊弓之鸟共款，脱离开了对这个京城了后，全咱落风在这个刀王了。
周楚想讲要拼转去故乡招军的所在，暂时撇一个风声，这灵马加鞭哈！开声！系啦，系啦。周楚即摆雄雄看见了着这个国路，拢有打了着这个故事，甲为了着这个行动。一个甲看就是要来周楚，千方想办法后，有人甲伊藏起来，才一体同罪。系啦，系啦。也毋过，这个刀行看起来话甲我无啥共款。安尼我小可来甲变装一下，应该有法度闪过人的耳目。这声我做错，若要走倒转去了，着这个招魂闪避，我命休了，一切就完了。对，哈！即马做错将马拍咧，我变为了着这个小路，直直走，走。即马做错跑来到遮，拄啊是这中灭关，伊着这个关城。系啦，每过了着这个关城四城门。是安怎一个城拢有四城门，因为有东西南北的出路，所以有东城门、南城门、西城门、北城门伫咧。像讲你台北市嘛，有了这东城门、南城门、北城门，这个西城门。所以讲以前人若讲要来市来，讲做要来城内，讲要城内要来买城，问题就是伫遮。当然啦，毋是干那讲台北市有这个四城门，就各地方就这个大都市咧，自古以来就拢有了着这个城门伫咧就对。吼，所以东城门、南城门，即马还佫有人伫咧讲这个地号名伫咧。即马这个中灭关检查非常的严格，周楚虽然是小可有变装，也即马头壳激烈烈，也就安尼，甲着这人群，也安尼一个接过一个，一个接过一个，互守关的兵士踮遮来伫咧甲因查问，也摕了着迄个刀形，踮伫咧对，一个一个伫咧对，对到周楚的时阵，动，你大家咧创啊！别关起来，我看下咧。哦，你做什么头？说声。我是伫咧卖布啊，我服姓叫做洪富。卖布，你的布伫倒位？都卖了啊，你要倒转来不？卖了。好，你过。是。多谢。等下，是安怎是？我认着哈。好，这声险要互你拼去。你想讲安尼画乌擦白，阮着看无心。你这耳后只有一粒痣，这刀形才特别加强的哈，这特别著名的耳后一粒痣的。不管你就是做错，对毋对？不是，我是生理人。不管，凡是耳后有痣的，是毋是做错，拢总免解说。来，来去见关落啊！是。周楚即马呢改名叫做丰富，这改姓丰富是一个复姓。那么，但是了到这个兵士议员不管3、7、20，伊自然咧将伊押来到在这关衙所在，也即马嫌疑的人押一大堆伫咧。这中灭关的官令叫做陈江，这陈江即马坐定来伫咧检查，提这刀行伫咧对，轮到了到这周楚的时阵。大人，我是一个真规矩贴实的生理人啊！你无代无志叫兵士甲阮抓起来，难道阮百姓伫咧做生意也犯法吗？恁所有人拢会用离开，独独你袂用。是安怎讲？因为你就是现在上衙下令所要擒拿周楚。哈！你一定会感觉奇怪，小小一个官令哪会捌你？你会记无？以前我在洛阳的时阵，就捌见过你的面，见过3摆。做错，满食满不食，色食也不可满。来啊！将周楚押入玉州这个家牢，然后再押送回家，
受了就上爷千户赏，万户休。哈哈哈哈哈哈！单江的笑声，做错伊心肝内已经化声讲完了，伊规个心灰意冷了。过去的做错破坏着万党的雄心，想讲伊会当在了伫政治前途上发挥出了着伊的才华，在乱世之时做错有缘希望会当独霸一方，可惜。伊少年到即马所一切抱负，完全付之流水了。因为性命无了，什么都免谈，所以完了，完了。不离过，这次也还阁是讲起来有一种事事离规啊，也有阁一个查甫囝生张，连家哀求一个都无，只要被人关入了到这个家门了后，这一下。兵书传了着这个韭菜，左错错一条，是毋是要甲伊斩杀啊？人讲要死，就要食一顿饱，做一个饱鬼。啊，若无被人关在了着这个角内，哪里有遐尼好康传了着这个韭菜呢？左错想讲，左生有死，无食爱死，不如食一做饱鬼者，所以就安尼甲伊坐咧。什么都无爱想伊啊，大食大啉。过去的做错酒都不只爱啉，阴暗心情阁歹到地，啉得特别的醉，啉到差不多8分醉。半暝的时阵，这夜也已经将了到这牢门给拍开。出来，什么代志？你无必要发个遐个大声，是毋是半暝要甲我送回惊声？你啰嗦啥个？我叫你出来就出来，你是安怎啰嗦？行！哼，做错，即马就安尼行出了着这个牢外，即马被人甲伊带来到在了伫这个后院所在，在院中坐了着一个人。这个时阵，这个人已经慢慢转身过来，其外人全部退下。做出一个看坐在园中央，这个人正正就是关灵丹姜。呵呵，免远，你我是有对面尔，也无偌远。做错，照我丹姜所了解，丞相对你袂歹，你为什么要自取其害呢？哈哈，袂歹。哈哈哈哈哈！唉，你免下拜，今仔日你高高在上为东堂官，我做错为该下手，但是你亲像一只赤鸟啊，我做错犹如一只大平鸟。一只赤鸟啊，未那你会知影大平鸟飞得悬，飞得远，一款空大意志。一旦我做错不能被你所了，你要爱千户想万户休，你就将我送去了对当道。你问这要创啥的？倒位的吗？啊！你搁再问一下，我就袂愿讲。你请，慢请。做错，你讲你是大平鸟，我单讲是一只鹰，比鹰还搁细只，你妄动张啊！哈哈哈哈哈！做错，你看不起着我单讲，呸！你是当道的高奴才，你唔能看不起我。我单中做着一个小小的官僚，但是我是信未吾之子啊！哼，唉，有听了。若讲我做错，祖公啊代代世世汉禄。这个做错伊原本吼，我伫遮佫甲你做一个介绍。伊原本福姓夏侯，咱
那么伊是伫因老爸过来，获得这个姓族的做囝，所以才做了着姓族，才伫因老爸遐开始倒过来。无因原本的本姓复姓下校吼。所以后摆来，因为为了一个这个下校孙啊，因一家人呢，因若出来时阵，你这祖祖甲因是兄弟啊，这八兄弟啊，相话无你会搞不清楚。讲祖祖姓祖，伊复姓下校，因两个哪有关系伫咧？所以我直接先甲你讲，伊祖祖呢，是因老爸顶遐一代呢，被人过过来或者姓祖的做囝，所以弟孙呢，因就安尼开始姓祖了。对了，就这个下校这边呢，再个换一支机名姓祖的落来底就对，吼。我祖祖身受国运，南在通我来施恩报国者。我甲禽是有什么差别？我却身在当地身躯边，只是要借机会，要刺杀到这个奸贼。今仔日这份大事不祥，这是天要亡我，这是天，我也无话讲。安尼你问煞我啊？你若安尼，你拍算要去倒位？若讲我会当离开了就这个关系，我绝对要倒转来去故乡，发了就这个草诏，调天下的诸侯兴兵灭了东道，这就是我祖厝的意愿。哦，这陈江即马甲听起来祖厝万长的雄心，这个人呢，日后绝对有所成就。这个人会负责。陈江就安尼爬起身来到祖厝身躯边，将祖厝身上所绑的这个刑躯甲套起来。面讲，请坐。请坐。你真是天下忠义之士呀！范县令，你为何对我做错？面讲，实不相瞒，我陈江自早就希望讲会当。为汉室的着这天下，付出一点着我的心血。信密皇基主，今仔日感念了就这个明公你忠义为国这般的恰当忠心，所以愿意弃官以你多走就死。日后我做错了得了天下，我以你同分享福。感谢明公，伫遮陈江全咧开始要负责厝，即马头眉包袱已经宽好势，也换穿了都做厝，衫裤拢家电换过，两个人全咧马跑咧，就离开了到这个关系，并对祖厝的故乡招军的倒转去了，哈！祖厝甲陈江两个人日行夜休，有讲有笑，也安尼愈讲愈投机啊！祖厝将了对伊内心的计划甲伊的谱全部讲给陈江听，陈江听了后感觉我这祖厝确实有了到这政治的天才哩咧。即马两个人经过3天的赶路，已经来到在这成果的地头，天色已经暗了。停！等者，陈贤弟啊，我甲你讲，即马天色已经暗啊，你看。这个树林迄边遐，我一个亲情伫遐。连公啊，你讲你的故乡是伫招魂，这是成果的地头，你的亲情哪带这么远来呢？这讲起来是冤亲啊，也就是阮老爸伊就这个换贴兄弟啊，算起来咧，我爱叫阿叔。原来安尼，你的意思是？真久无见面啊！我想讲，咱即马来去我阿叔遐，伊姓李，双口李，名辟社。来去阮阿叔遐大一暗啊。当时也会当探听到我故乡的消息，无一定阮老爸即马毋知安怎。若安尼来食，阮阿叔这边伊就会当知影。安尼一方面探听消息，一方面大一暗啊，明仔载才赶咯。你看啥款？安尼上好啊，带客栈飞宴啊，公共场所出入的人多啊，啊，乃会当住伫这个亲情的厝，这上安全无比啊。安尼好，来，即马祖厝就咧甲陈江两个人马拍咧，为了到这个李辟社到这个厝中离去，哈！
李辟社是双口字的字，这个辟社若爱讲较轻音的辟社，这字拄啊甲社欠的社是同音的，所以是爱读辟社。但证明伫咧讲有较同音，因为我伫咧教字啊，拢比较有较同音一丝啊，所以变成辟社，这是辟社，辟社吼。这个时阵的李辟社是一个人略强的人啦，抬头起来一个看到这个啊，伊的孙啊做错到位，欢喜甲一个鸡啊鱼啊，错啊，毛啊，这个囡仔哦，啊你安尼哦，今仔日才走伊车来。我听人咧讲，即马朝廷啊，也下了这个公文落来，一世纪哦，我今日去城内啊，嘛有看人咧大告示，也为你的道行。吼，毋过吼，错啊，你生做较缘投，迄画图的画了无准，画了较歹。吼，即马哦，风声拢要掠你哦，恁老爸安尼行甲怎飘去金牛城去啊？你是安怎走去车来这啊。这回啊，你这个孙啊，毋是这位单管令啊，我老早已经人头对地，哪有机会过来见这个你一面咧？咱若要见面，就爱伫阴司地府咯。哦，是安尼哦，哈哈哈，单管令啊，但我这个孙啊，毋是讲你这个单书坤的解救啊，我这个换贴的真正都绝后事啊，绝后事啊，哈哈，大家超出啊啦阴暗大只大一暗阿嬷来，这个今仔日若讲你家己来这就要紧有了就这单管令来这个厝内面初熟酒未记中伊啊，所以这个来去城内啊，办一寡这个酒菜回来那安尼来食较袂互你失礼啦因为你朋友来，爱互你朋友面子啊，对不对？所以这个你到这招待一下，大家厝都敢咧你的厝咧这是你讲你即马较毋捌来呢，你细汉恁老爸店带你来这佚佗你会记咧讲较早恁即马伫咧时阵都真爱抱你你真热，若别人抱你就毋敢炫耀。好啦，恁即马抱你是干咧，男甲规身躯淡糊糊，恁即马你头壳要交落去，手要放去的时阵搁定咧念讲妈即马毋知几岁妈你想看卖咧看讲恁即马咧我思念你啦，那都死去做啥人死几啊冬啦若无今仔日看讲。错你来，又毋知要偌欢喜咧大妈，这个你就知影，我都逐项无啦，教话啦，当官令，是咧你甲阮孙到遮坐坐，我这厝就等于伊的厝共款啦，你茫客气咯，你茫想讲这我甲因老爸换贴，但是我甲你讲阮这落换贴是硬香的毋是干喙共喙，毋是干食牛肉面咧讲的呢，阮这换哪是有提了就这成风票野香酒抓来了所以阮亲家那亲像亲生的共款就对啦大你遮坐，我来传毋免啦，李大伯，你到厝内面有诶简单食一个倒，无咯，我看阮妈来，我足欢喜的，搁当官令你今仔日来，安尼金卡打来到我这个草厝。我都要大赚钱来，你食内面上好的茶米给我泡出来来，我来传。阿嬷，唔好对别人失礼咯。来，你赶紧，就紧来交代，伫这场你会当看出这个辟社对两场这个做错的疼爱，如同自己的骨肉，拢无将伊当做了就这个外人的咧。到即马就安尼赶紧梨砍一只。真欢喜，三骹条、两骹条，那囡仔咧安尼捡着金柑仔当食，就无欢喜干呢。抓梨砍的去城内去办会想袂到，令尊结交了就一款的兄弟，确实是真无简单。是阮这个侄真听话，也讲起来是安尼啦，因为伊家己都也无囝无儿啦，所以自细汉拢将我当做老伊的囝共款。你免客气呢有啥物通客气呢？
恁这册啊看起来有那书香世家，哇，内面标一寡这标了袂歹啊。阮这啊对这个古册咧，淡薄有研究。伊特别呢，上爱看这个春秋啊。虽然讲册读无真多，但是对春秋啊真着迷啊，所以看啊真认真啊。像这啊，这字拢会甲你写，来，打用地。即马周厝甲陈强两个人，搁只哪伫咧看了这个厝内面这壁画、野字画，看你甲当入神的时阵，什么声音？